胡楓85歲大壽，雖然太太唔喺身邊，但一班仔女都好孝順，輪流陪修哥食飯慶祝。而契女方國珊仲為佢喺酒樓擺咗55席壽宴。修哥大讚14個契仔契女都相當有心，經常打電話慰問佢。契仔之一嘅張學友都有送生日禮物。而講到另一個契仔黎明嘅感情事，修哥就笑笑口咁話：好想 Leon 快啲結婚，最好就係快啲生幾個契孫俾佢抱。仲話 Leon 一舉手就大把女仔行埋去添啊！修哥唔止識講笑，仲好識唱添。契仔周啟生就透露同契爺喺音樂上嘅大計。其實我作咗一首歌俾契爺嘅，首歌叫做《兩個父親》，咁就係作俾即係講我爸爸同我而家爸爸。咁即係隻歌好有意義嘅。但今日就唔會唱，但係就遲啲會正式錄咗喺專輯，同埋會係打即係會宣傳。咁而家我同契爺一定會合唱啦，同埋計劃緊等契爺有時間啦，就錄一隻佢嘅發燒碟。成隻碟佢唱晒，咁但係要佢俾期我喎。咁我構思就有晒啦。明白。因為契爺嘅低音好靚，我想錄一隻叫做胡楓低音炮，即係成隻唱好靚嘅低音。嚟緊新年，修哥仲會同契仔契女周圍去下旅行，認真精靈啊！